我是阿爷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没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未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、我嘅感动，还有我嘅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。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大擺我看到你吃到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。我到今天帶着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到，歡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到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歡喜喜出發哩，祝紅海大del是，好朋友夾夾來，愛唱一首紅海，海家同海大del是。到台灣有1100萬沙嘅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到今天出發，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喺苗栗發達嘅現代，大部分嘅人都會用電腦、手機嘅來做書信嘅傳送。雖然係咁樣，做長三位嘅送信嘅先生，記到嘅勢頭還係冇減少。今本日我哋來到山上苗栗，而來認識一道當日在的南南嘅郵件，大家答覆嘅歡送，除了送來遠方嘅消息，還有來自記到發自內心嘅問候、老關懷。有小虎人啊約好嘅時間，有冇都也忙要來呢？苗栗茶站一片有一個，這片面有一個，都在哪位？奇怪咧！哎呦，小虎，哎，工作啊？人哪來啦？這邊可以搖曲啊！夾哪一晚？哦，夾人去帶來你咧？哦，哦，不過帶人叫人來去撲茶，變鬼變怪就冇人叫啦，叫啦！哦，對呀，係咪請呀？職工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什麼事哈？哎，我在請個郵務科長。哦，郵務科長係啊，行業片哈，只叫你4兩萬嘞。什麼啊？什麼？安子誰？哦呀，一天幾張？一天幾張？科長啊！科長。科長。我，同朋友來到苗栗咯。歡迎。哎，看到樣全部綠油油的一片。係啊，哇，好整齊劃一哦。一記到全部同佢做馬啦。看到嘅，做嘅佢這問題，但係先至屬於種無嗰個種出去嘅先，氣質上唔錯嘅，哦，冇嘢大件嘅啦，都有條光線，有做到正。哦，有味道送禮包。對，一下全部就按認真哦，冇做唔到大水鼓係啊。咩啲啊？啊，係嘛，小虎啊，佢當我騎奧多杯啊，當我騎蟲嘅啊，你就做得很佢去諾杯嘛，生一條。這樣酸新的啊！新的那是酸，不是酸啊。新的薄，過嚟看啊，看有乜解？好，你。佢當佢食嘅嘛，50秒啦，70秒、38啦。嗰啲其實都係啱鋪。
叫技术家弟弟呢，拼进来也夾唔掂，看唔出，嚇，係安尼哦。對。哎呦，要工作有冇？不能被取代。啊對，誒，哇，最做成年呢哈，我問看是，哦，咁多新的呢。對啊，看入邊呢，混16區，哦，你很老鳥哦，你已經混了16區了哦，對不對？哦，那更混，那混17區了。幾多16期嘅也簡單嘅。哦，那混睇埋來。咩？我就分台，這個有松平心，有松潘子心，有松寶峰。啊，混合。哇，全部就清一色哎，绿油油一片。啊，看起來本身哎，全部就黑色來哎。一件事情本來當好奇，用冇什麼嘢咯。應該什麼嘢這樣用嘅文書工作，哈是哈吧？雖然看起來也通俗哈，係當簡單嘅一個通俗，不過其實地度嘅內容專業，佢有當到嘅技巧都幾地度。來到節目下一擺就會上來苗栗啦，潘照本就也有送信嘅同事生。啊，變做到一個同事，佢還沒潘照嘅喲。潘照嘅。哎喏，哎呦，聽到。哦，係啦，介紹本人先。哦。嗯。哎呦，安好啊。對啊。係啦，介紹嘅回去潘照就可以主持人。嗯。主持人好，哦，你這潘照嚟啊？是這樣講。我怕做燈盼不出主的啦。哦，我老多，迄老人出去攀走，咁樣買就唔是主的啊，你嘛，你咪幹嘛嚇強啊？這就好嘅啊。哇！我到啊哈，就單槍愛安樣就好嘅。18張。唔敢上，唔敢上。8種，就空係兩三個來哦，冇來1種就好。1種。好啊，冇問題啊，都在家拿。我哋唔會拍假嘢嘅。有節目嘅宗旨出嚟，絕對做些嚟揾。錯。啊，做咗等於冇乜嘅社會分做。唔怕。啦。做得人聽書送信嘅啊。尤其係我嘅小虎，講人生都斯文。又游動又力氣，然後呢語言又好，請主要佢當講一樣去傾人咧，用叮當誒。唔係背嘛？唔會呢，做得好，做得冇傾唔錯嘅。我一傾一路上做去傾嗬。拿去，拿去送信咧。嘅調案之類同埋聽書送信咧。好，繼續搞本咧。誒，科長。搞本嘅事情咩冇咁簡單哈，佢平常時哈，睇把都鐵工廠做事，咩當有啲，唔嚇，千兩股嚟用。好啦，今日你就離開啦，還有乜嘢做得嚟認識一個行業嘅內容，好嘛？好，繼續麻煩你哦。冇問題。好，回來炒一下。好，前邊有叫嘅地方我必去啦哈。我做位30年了，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有去退休嘅，有時候從細到大就看佢都有去做服務咁多年。佢畢業以後，人就想講慢慢地停佢供養，嚟靠佢哋有去嚟送信嘅。哦，工作一片寒涼，挨咗啲線就錯嘅，就真係嚇涼爽，冇像小虎啊，你暗藏嘅東西啊。係啊。佢挨一下，到來到一片係乜嘅地方，看按當然同佢做事。一邊啊，做遊客入來以後，嚇係一度一成本，31條路線。一樣係款咯。但係其他呢，嘅路名冇重要，嚇佢一定要動手。佢搬好以後，係要晒上佢拿去排線咧、送線咧。cái郵遞需要就動重要咯，係咪就看個郵遞需要就做得款啊？對，我較夾，係。入邊就係何班長有30年嘅經驗，冇問題。跟住就搞藝。繼續看有用心配下嘅模，嘅全部記錄名，個數字。佢配好可以叫嘅。而家配好出去嘛半年啦。半年。32年嘅工作時間累積起來嘅經驗，佢就做得當順順啊！看佢就完全冇看嘅格嘅，就出家用兵當格，好像不用思考，所以有時就係要靠經驗。也所有格嘅，也係有新嘅地方。也全部都31團，30個段。
油啊不？一个机位全部掉落来哈，厨子全部有。安样来分？这个价格都方入货。哎，你啥的？啊，这都价格好问题嘿。都这个价格都方入货。啊，我都是给送新的给油，都弄不送新的油菜，我骂人哦，乱塞了哟。邮地区还动葱油，唔家谁有写清楚，做一个生意，佢就會做到動순수。佢代碼係油哦，我就當價。喺冇嘅代碼，你正義就會配呀31隻企業嘅體制就會很難。班長講哦，嗬，要31隻企要配好，差唔多要半年嘅時間。唔講啊，當廠當價就做得按樣本嘅嗬，佢係因為要有郵地區哈，行業都下先嘅，郵地區哈平常要下比上細來。阿妹，你有本叫嘅腳膏嘛？送新的冇本叫嘅腳膏，冇本叫嘅牛膏嘅啊，唔係送新嘅，本嘅叫嘅牛都有嘛。cái皮下，皮下嘅組織搭落去嘅。誒，不看哦，迄有揾牛嘅叫嘅，整然來曲。所以派出所下火技術啊。送新嘅一隻頭路嘅較辛苦嘅地方，一咧就係要留時間做上腳嘅，二咧就係要留嘅叫嘅做上腳嘅。郵差最大的敵人就是狗。講到本叫嘅牛，也帶小虎出去送信呢，唔係會遇到惡犬，也係夾嘅初戀情人吼。胡大哥，按好聽送信還有3號走哦。我昨日順山冇按過喲。啊。係哦，行我見過我就要叫個兩方來考驗，真有辦法做嘅。兩方。係兩方。唔係考驗。佢就係講一郵包，我講一來回6刀。6轉啊！嘿，6轉啊！一定要係新嘅係你啦。哦。按簡單。哦。腳不用放下，腳不用放下來，看到沒有？腳不用放下來，就可以轉彎。你看，有沒有？都唔敢講啊！郵局唔係想講送信嘅嘢，係平常時啊，可能係亂嚟㗎。呢就真係難幾散，你睇到係。安尼啊，好，我跟人家等下，正如我本來就春安以後，較放心。其實有咩一種對社會另外一種貢獻啊？cái郵包吼，還唔單槍南去了，真係啦，還走6轉，係左邊係就冇人開哦。這打針哦？安尼啦，小虎那嚟講冇好啦，今日就郵太本啦，一般啦，3轉啦，嘿，做得冇？唔免做做個病，就新嘅聽聽嘛。係冇？哦，一定係新嘅係你啦。哦，按簡單。哦，一邊你本人較重咧，有冇？哦，又沒道具呢，3轉呢？嘿，3轉。哦，所以有沒有轉？一轉了，一轉。2轉。3轉。哎，email沒有了，做得了啊，做得好。你這個也沒道具，你還搞真的呀？真的有冇按過喲。你看起來啊，你不就不用治的嘛，冇問題。佢講起人哋。哦，30人公斤，邊個人話西班朋友行得重啊？行有一方我見過考驗啊。係咪？騎奧多拜。奧多拜，當時我高中頭妹妹專門騎奧多拜嘅，嗱，喂，要見人。哦，我也冇按過騎哦。有啊，呢啲用其他風款。哦，真的。腳不用放下，腳不用放下來，看到沒有？腳不用放下來，就可以轉彎。你看啊，有沒有？跨過嚟，有嘛？安尼有幾個嘛？有幾個了？安尼上做半嘛？做得嘞，吼，感恩嘞吼。好，晚上。表現了哦，做得100分。謝謝。有台茶真係冇人改起嘅嗬，係會搖呢嗬。
我来9万。按住这帮我10斤哦。哦，9万。按这。cái ô tô牌吼，单枪骑的时候啊，还以好去。不过吼，cái心呢飙落去当冲呢，cái很多路嘅见嘅，我作唔稳呢。我想讲吼，cái心呢吼，怎么不按冲呢？应该係當當內容。做完成3號，就是送心的樣誒。胡大哥，有，表現做得冇？做得哈。嗯。今日係送咩哈？今日來送快捷南片站。快捷啊！啊，種農業嗰種，我趕時間嗰種係嘛？係哦。哎呦，加油！我而家電動機會排死哦。好，這關門啊！哎，做得。好，耶！胡大哥，我寫時候吼，看你去市場查是送新的呢。冇咧，也係冇市場查送新的咧，也係全部揾過去好多擺咧。查嘅。胡大哥，一新人樣，那一東西樣就搞不完就好呀。冇啊，因為也係有掛號嘅吼，包括掛號，嗰度比前面，前面等。仲要搞本嘢，對，都要搞本嘢。咁啊，二數我講本嘢拿啫嘛，冇大家講佢冇數過一對嘛。哦。21號掛號。來啦。咁咪今日有嘢嘅一沓包裹，好，麻煩你留喺前面下面。好。好，安住先。好，安先。班长，我看作为好按多个新的一下，都在鸦片要做嘛该嘛？所有嘅新嘅喺出去之前，我有個郵票我上熱測，我加啲分類。看下郵票，係幾多錢呢？幾多錢？就表示講佢係按平信也係掛號，平信印刷品，快速，好，佢按用一行，就是要搓，要小搓，小搓，按，個要做，我做做嘛。冇買支出先，都浸落去咗喎。浸落也郵票外面單號就可以嘅。佢證明呢董事長嘅權利呢，證明呢當好教誒，你講用教嘅一樣嘅角度去體驗，就會吃到好教。記得，你講當然就會做一樣嘅事，當然一樣印證，做同樣嘅事情，就會吃到一樣嘅事當無聊啊。因為佢一樣必賺嘅，然後一新嘅就變，一新變落去。要放票，要郵戳，郵票，要收錢5號，然後標我要夾嘅地方，對，標我夾嘅地方。來下來，好，來拿出來，拿出嚟咗喎，我看下，要攞冇大刀，冇大刀用啊，用蘇打，用蘇打。假使他打嘅郵票啊，係疊粗味嘅，就唔是要用人工來整入邊嘅。按用就做上檔的事情，你看佢機器標按入去，一下全部一貼，全部就印好誒。那我看你做出來有呀，你上過是哪個料理？對，作為嚟做料理嘛，以後是料理。做料理啊？係啊。你想下漢堡哈，風做甜，或者做哪個料理哈？平常的咩行啊，即係很複雜的保養機吼，冇想到見到嘅送先嚟一樣，係啦，太上波係咪？喺度人哋看到佢嘅數據啊，阿彌陀佛。麻煩你在這邊簽名。好。搶名啊！好。好。哎，謝謝。謝謝。拜拜。哦。咩行就送嚟哈？係哦。送呀呢，那笪地方做先呢。啊，咁醫院嘛，全部總係送啊。係啊，學校啦，醫院啊，各個機關。佢邊送嘅幾廿封啊？所以咪用當熱錢嘅嗬。係啊，佢咪送行緊熱錢咯。你又講？
台湾还会搭送包子啊，包子忙送到前面那个家人就同我都把寿司就绑起了，我都给他食煮同撩一下，给他混在哇。刚当就是当包准哈。哦，无，佢后尾年听的包子就会讲法啊，係哦。你講係聽啲早報呢，你好變到晚報這樣送來啊。啊，撩死！係見。哦，苗栗自己講話呢，這個係肉品㗎吼。係啊，咱苗栗做咧講話呢，他上下不同國家都。上還有上一種招待主席。就像係給你帶，大家帶英國的就這樣。就是啊，你剛開始去啥海了？啥哦，這個，我苗栗單叫吼，一按西方唔出大個呢。係啊，苗栗行動到安尼西方嘅送先嘅大家。係啊，強了哦，你方人家前面多呢吼。係啊，一般一般體驗啊吼，真係冇。係啊，不過我家講啊，佢要求唔係想講送先嘅點，係平常時候可能係老人家。係啊，要從下就要都要名單吼，特別去訪視嘅人，人家會聽時哦來去同樣老人家看一下。啊，順便帶到嘅東西去送去。哦，安好哦。係啊。哦，幾13年係啦。係，呢就正是上幾13年咧就係。今日葡泰國啊，等下看嘅13年係老人家。基本上上到阿婆，因為阿婆每7個1年帶對啦。其實係有限吼，3本寫係看一下記啊。正如我本來就村外人吼，較放心。其實有咩一種對社會另外一種貢獻啊？講真嘅呢，送先嘅先生，安子說。這個，一苗栗動動人7個10代啊，係啊，一隻哦，啱行身體算健康嘅，之前係都媳婦送嘅時間。因老百姓係就冇認出來，結果入去地圖睇看一下，一隻阿婆是奮鬥到嘅地位啊，是奮啊？係啊，奮鬥到嘅，結果我就夾啲打電話係唔叫烏茶落嚟啦。哇，咩啊？咁加菜都多我嗬。係啊，堅持係清代當地做嘅，從一道新嘅送到客戶嘅書行，看到客戶嘅嗰種歡喜嘅樣嘅，本係清代同啲，後來繼續個做下去。那苗市場那個故鄉，好，喺人梯盤上嘛，就係一下心情一樣，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唔過我發現哦，就係因為東亞嘅梯盤，唔生幹了本上變到路中間啊！開玩笑，我從細都要開玩笑。大家看到我用李一乾，你以前乜嘅？前幾日個東江嘅學妹，佢特別賣嘅，不過冇看到，拍假人嘅。哦，你看初戀情人嚟嘛？冇初戀唔敢。好啦，關係哦，都啲啊，就空嘅哦。好。誒，市場地位。來請。比較忐忑嘅心情啊！但係南苗市場哦，雖然係細時候聽下未，我未判作嘅嘛，佢上市嘅，北苗市場細嘅買唔到東西，就會來入南苗市場買。不過還有一隻，最近台北一隻學妹，佢上嚟當講，佢都南苗市場買嘅。我再看到佢嘛，因為見過很多年，結果冇看到。不過吼，喺南苗市場吼，喺中央黨有人前面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客家電視台歡喜判作嘅節目。今日來到苗栗，我來判作盤辛苦嘅有曲嘅送信嘅朋友說，我係阿葉咧。我係小虎。希望來到亞市場老大家來結緣，唔到出菜，捱到出力，向他來注意傳承我的料理，來留你嘅有曲嘅送信嘅朋友，向他來打表示哦，什麼大家？我從細就苗栗睇，因為南苗市場嘅動有感情，因為希望大家發揮也嘅感情，按出聲。假使大家係有看到歡喜平常，就歡迎到老菜變到平常地度，按出聲，什麼大家？我發現吼，苗栗嘅鄉親啊，
较保守，然后较强排泄，全部就都心肝底都讲，佢行嘢咧哦，然後正以來大隻會要當排泄用嘅，我知道伊個裝頭嘅特色，一下我愛兩隻雞髀，雞髀哦，條間好，要買嘅用嘅去骨雞腿嘛，肩膀啊，肩膀哦，我等下哈，客家電視台歡喜辦作嘅節目，然後我今日要做出一本嘅郵票嘅送信嚟朋友說，想我讓打工換物，我要做那個紅棗醉雞，嗰要賣多嘢咧？我們這邊賣60兩嘢，60兩嘢咧。那賣會30年，都應該賣多嘢。哇！便宜推啦，哎呀，比黑呀乜嘢？哎呀，不用3個字，大概3個字。哦，小辣椒。哦，原來南苗小辣椒很啊。哦，你老公客家人，那你沒有學到客家話？應該會講啊，會講啦，你會講，就是特別認真。講兩句啊，堂哥啦，看係咪真嘅喎？唔係嘅哦。還沒上架師啊！來了，我來表演。今天電視台來了，我便宜賣。哦，正經哦，我來表演就對了。OK，親愛的，進來啊！哎，我的老公趕快進來，便宜賣哦。哦，哎，你要學條間用啊？親愛的，趕快來買雞肉哦。200塊。哎，我就壓抑。我老婆會補你。買什麼嘢嘛？真影廳呢？哎呀，一包哦。這邊的手氣不太好。哎呀，被潑了很多冷水，總有挫折感。你慢慢的講啊，顯示生來了。講什麼呀？愛唱一聲紅牌，愛個紅牌大條戲。什麼啊？哎，看埋條節目哦。哎，便宜賣，哎，根本嘅便宜賣。便宜賣呢？唔係買乜解？哪個母的？哪個母的？你怎麼知道它是母的？這個跟我一樣小姐的很好吃。哦，關節雞。要買。關節雞。雞冠比較小。哎，真的是母雞的哦。肚子裡面的肥油比較多。哦。各位親愛的，來買雞肉哦。哇，我被車到了。來一行就夯一行。哎，老闆娘，原來你們這一攤的花瓶在這裡。哎，到後面花。你要拿扇子給他扇涼啊。哦，哎，生意做到了。係哦，跟大家用幾隻幣。哎，阿子生。唔係，哦，好，生意興隆，沒關係啦。你要送他們的，沒關係。哦，善心人士。因為我看到嘅歡喜分享啊，我知道我之前咩唔傻傻，我同阮嘅阿細阿哥嘅細哥講啊，吼，也係啊做來份嘅油菜送錢嘅顏色，我感覺講按我值得啊，真的多啊。所以說，有德之人必有福氣。我相信哦，我們這個社會，因為你們的這個活動，會激發大家的愛心，讓我們的社會更溫暖、更有人情味。暈倒！不要過買哦，100塊。一片有我嘢什麼？那真呢？哦，家用條間用，係咩人小學同學？沒。他冇賣。哦，朋友，我哋喺客家電視台歡喜拍攝，今日我主辦部嘅要求嘅送信呢說，我想一條安尼嘅，唔講係到5錢，我想聽做勢嚟講樣嘅，做得冇？今日買菜。哦，買菜錢。5個錢有營養。100塊先加。哦，真係好。100塊。不一兩支100。200塊。哦，哎，生意很好哦。全部裝無限都冇辦法拆嚟㗎。平常做乜嘢嘅？
金币箱我买嘛买。呀，这150，帮啊帮。呀哈，整啊就懂了。肉猪骨啊哈，什么？来，多块200块。哎，那就压俺老鼠会补你。来，多玉梨来了。哦。哎，300找你。小鱼2片生菜。我哈的，总东西他啦，哎，你要让你参什么？他买你请。后台。这个150。刚才我们在前面很认真的帮你工作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你有很感动吗？真的很感动。生意太好。对啊，不要挡他们的路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想要来跟你打工换物，然后换1条还是2条鱼？1条鱼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那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工作？1小时。14只。今日合袂嘛？伊天气把个称的啦，伊选下工啦，伊下拿货传货分前面的人啦。哎，拄个迪拜来哦，当家嘛就跳来跳去啊。不过吼，佢本来几2条棒的，又黐又得。哎，来看啊，呀有冇？哎呦，全部反水啊。係啊。哦，我係用軟嘅。係冇咩講？咩講？係酸條。哎呀，就亮出嚟啊！嗰啲情況啊，係用乜嘅？好，想辦法。揾幾片。我買水晶餃。水餃。唔係，一係水晶餃。3角元。3角元。唔係客家嘢嘛？係啊。係啊，一係你咪有啲糖油麵。啊。哦，讓自家做一工廠過來。自家做誒。啊。誒，今日你做得做水晶餃頭。係啊，當天啊。係啊。唔做得送嚟2包嘛？做得啦。啊，我讓天數買，我小虎。我2個天數買。好。1好嗎？1包1好嗎？150。好，這樣。啊，留2包本來啊。好。來啊！來買水晶餃哦。呀，水晶餃去加州誒。你叫冇出嚟？1包50元。150元。誒，阿爸，我買水晶餃嘛。哎呀，別太急，我買水晶餃嘛，1包50天天的去加州誒哦。哦，被潑了很多冷水，懂有挫折感。哎呦，都在有拿也多拿咁多呀，3角元。哦，是这样子的啦。放下面好。给人换的了。对啊，给人换的。看到这个冰箱会蛮好奇的啊。那之后了解之后说这个冰箱是可以分享食材给别人的，所以我就把我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。嘿，没鸦片的人，全部就过去。是牛角的嘛？全部过去加州。哈。護送就冇遺憾啦。我買水晶餃嘛。買包的啦。對啊。我買包嘛。我去上班。我去上班了，好啦，好。我買3角元。我買3角元嘛。 50元天呢？係啊，1包哦。速攻哎，这边的手气不太好。係啊。冇哎，你換邊。換片。哎，我買水晶餃嘛。頭2包90。哈，冇買2包啊，9升呢。好1包啊。應該拿點東西，啊，幾條街去前面買，應該較簡單啊，因為較注通咩，結果咩。怎麼賣？1包50塊。好，買1包。中7元。哎，2包好了啦。2包好了。哎，老闆娘，哎，阿子生。要冇比較。你有講呀？挨條加啦。懂盡力。咁用挨條做得拿我2包嘛？拿一。好啦，咁用挨條就拿2份哦。好嗎？再拿。做得按辛苦還按太薄。沒關係啊，再拿1包。哎呦，什麼啦？什麼啦？安子生，安子生。謝謝。雖然講呀，按用一絲絲的東西，天天買當少錢，不過。到後背佢做呀30-40分，就要做3-4點鐘。你看下呀，1包得50元呢，假使大家係要來都冇咧，有可能買3角元呢，天再蹦床一下，再看一下呀。個搖出搖嘅嘛，幾日唔係我搖嗬。係啊，我上愛鳳竹。鳳竹，我似嘅也係細號嘅。似嘅哦。我 T 牌，我帶你3 T。真嘅。哦，3 T 好哦。還有又齊，然後又真係偏炸偏生。挺好嘅，挺好嘅。
你唔要等下來呀？執包縮啊？冇啦。哎呀，包縮很太哦。咩啊？咩有咩呢？冇亂走啊！叫做乜啊？鳳座啊，鳳座啊！鳳座。嚟。哎，梁姐。哎。哦，一打都要多嘅。哎呀，係清出嘅時間係嘛？它做清出嘅時間，慢慢地做越來越縫咧。嘅你唔要識縫誒？你執得啦。執得啦。執下來以後會見來見縫啊。哎呦。哦，嘅阿用做得啦。做得哈。因為就向越來越多數無毒誒。哦，阿用執得唔是寫就做得啦。我冇寫咗嘅。唔講外頭啊，嚇，係你講誒，讓打工換物。哦，打工換。係啊。前報我小龍數喺度劈錯，應該寮本也都劈張錯。哦，做劈了。係咪應該寮本？原來是，呢度看嘢之後，見到咗4道件嗬。慢慢地講啊，先生啦。講好生忙啊！好誒，有啲咩？拿裝備開始就嚟識。好，你拿裝備。好啊。佢講我買個裝備，佢講其實講4單人拍嘛，佢唔過睇講，佢本來買個重嘅啦，人家冇重啊，又買個東西。我頭到話正講嘢冇重嘅，頭又就當藥石，嗰種數條咁帶起來。那條嗰啲先咋？都當過嚟好嘛？當過嚟好。好啊。重責的呢，安尼冇做啥？安尼冇做。咩啊？你看一下當清楚啊。縫好的就責的了。當漿嘿。就可以是責的呀。唔是留地條，就這樣來下就好嘛哈。來下就好誒。哦，還是看啦。用乜嚟？用誒，跟住就夾紮啊。用製了是兩粒咯。就看到按到個一粒一粒的都輸的哈，然後做得按紮起來就直接食的感覺，佢都人都彈的哈，買的也係講人鬆食的，嗰種心情係冇同樣的，當新鮮的、當吃的感覺，有一種傳導的感覺。鳳做乾、鳳做酒、鳳做。還有乜啊？新鮮嘅，有3種都有。重賣、重度賣。一定有啊。跟下有3種，金幣就拿得到嘛。這個要較重要啊，要當重要，而且悶啊。我寫燒酒是到鳳座，唔講係冇雜個啊。當下相地步嚟講，我係安尼攞一粒吧。金幣食咗，哇！原來哇，佢大隻大到安尼，當到安尼。椰子，我是食斑龍了。真係一家哦，我跌斑龍誒。唔做人孤身啊！冇人係一當認真食啦。哦，誒，鴨頭當到呢？誒，有粥誒。有內啦。有內嘞。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。我喺目標也唔太敢看天天。其實我書行哦，有當到內嘞，粥到，就變到講冇辦法哦，當太房嘅要速度，然後個速度冇辦法好夾。哦，這樣用雜要有耐心。做嗰種，有本叫嘅腳歌嚟響熬過唱卡數。我要5年咗。5年嘞，3年嘞，都快啊，3年嘞都。誒，椰子。樣板。當葱嘅呢？係啊係啊。哎呦，一香嘛！哇，人比早教。乜個教？人比花椒也係紅棗，人比早教。咁樣我就呀，咁樣做得嚟哈，做得嚟啦，做得嚟係一本神秘小禮物，好嘛？哦，好啊，湯圓越當就有精神。係啊，即係雜價2粒哦。我派你去，啊，你拿神秘小禮物。哦，來，叫我嚟，係，叫你冇看。哦。哦，乜嘅神秘禮物？哎呦！哦，誒，當來都呀，有冇卡挖寶就錯嘅？1200嘅呀。有乜就？又係我專門3年嘅鳳做酒。3年嘅啊？誒，要鳳做嘅咩事誒？呀，就係我愛情嘅東西。
唔差咧，唔怕，咱嘅人個做過來切，來碰到身體來就過來切。剛才我都來攀走了啊。好，慢行啊哈，拜拜。攀走，都是從行拿到當道嘅菜，啊，什麼你嘅鄉親朋友，按一錢，真嘅係假嘅故鄉，沒有年嘛，因為家下你去嘅鳳州園，然後練太極又本你嘅點樣？鳳州酒，嘿，哇，真嘅，我唔識用過，也愛用鳳州酒來做煮菜，係啊。古時候哎呀，就想講，要天時又暗熱啦，就用嘢嚟做醉雞，紅棗醉雞。唔過因為一酒嗬，老嘅鹽夾強下過後，佢就會有得糊糊。你就冇用鹽，也係魚露，魚露佢本身就會有鹹，錯嘛？也兩皮，你就來先冰得，冰到一滴度。先幫佢鹹滷一下。然後佢抹砂紙，捏啦，捏落去，來捏落去，浸到放姜來，過後就撈佢煎起來，嗰種煲湯樣啊，係啊，煲湯樣嘅，哦，先撈佢直接熟，你整差唔多整幾久？我基本拿到一樣。差唔多40分鐘，整40分鐘。係啊。也就放呢個鳳州酒，也冇人來做白嘅，嚟較簡單。白嘅。菜脯蛋，唔知你擔當太呢？沒有擔當太。啊，唔敢做按簡單的東西哦。你敢做按好水的東西，唔可以講法。來，開火。哦，你一下做得來下注。今天翻得過來嗎？看今天小虎會不會翻船，還是翻蛋？應該啷做嘅冇同樣咧？唔樣做咯。啊？唔樣做。我要先留菜脯先比炒高嘅。按功夫則標準樣呢？雖然講也係一個當簡單嘅料理，不過要當考驗嘅煮菜嘅功力。哦，還要標一些嘅調油咧嗬。還有色啦，點都較正。然後就要拜天公。這個火醬啊！哎呦，火醬辣咯！對啊，已經有批到嘅，有得辣辣的米絲。對啊，火醬湯。唔關人做得啦。係啊。今日下沙拉嗬，我來煎呀下工誒，啷個煎？煎下工。係啊。我剪下工誒，一下我就調醬，用葱頭。花生醬？沒花生醬啦，芥末醬。芥末醬啊。哦，橄欖油。橄欖油。佢沙拉有兩種方式，一個係用淋嘅，一個用拌嘅。咁比如像我用拌嘅，這樣子哈，先來調一拌落去。好，要先留蛋。先拿佢拌啦。橄欖。哦。誒，然後係夾，然後加上去，好看唔好看就烤掉哈。還有個拉麵料，海陸全餐咧。還有，我唔記得，呢
你根本要当辛苦一扎诶。风罩。哎呀，你看人家有无色的橄榄，然后又有爱用风罩。咁爱卤嘛？哎。好，好嚟啊！走油。落過油。乖。都做好嘅哈，然後就可以落紅蔥油。你看呐，好吧？哦。全菜我把它放一批。一串有電當久嘛？非常之久，鍋罐了啊！菜全部唔係模型咧，實嚟得咧哦。係啊，來試試看呐。好。我哋先試試啦，好。你冇乜問題嘅，咱繼續試。你能去房間前給他銀針。馬改，躺起來好像很委屈，事實上當就唔最爽啊！就快卡起來哈。好，唔過捱到咧。來讓服務一下，包裝來呀！聽錯一聲，謝謝，重點是去不要，要就當就。過啦，一出菜係平常係都傳統食道係用小甜酒來煮，不過一出菜嘅酒係用鳳州酒，所以你公關，公關這個是神秘禮物。哎呀，好了，來，你吃到嗎？吃過啦。同快啊！吃起來有鳳州嘅酒味，酒味重哦，係啊，非常之就食偏檔嘅哈。都食偏檔啊，多都不會食的，買偏檔。只要了解下等於熱中心嘅嘛。我問下，一早也食有本叫嘅腳糕嚟向熬過唱卡數。連腳都卡哎呦啊！我先說，問題係哎呦，唔知你講幾多，係咪人係不負責？飲看啦，來，廿一九誒。我係買5年咗。5年咧。來看下3年咧。來3年咧，3年咧，來看下3年咧就。哦。係啊，我啲牙齒一樣嘅有關到我。牙齒嘅啊。係啦。牙咧。牙好咧。好誒。細點。哦，牙係細叫嘅啊。來看啦，鹹菜嘛。哦，一係你要試你感覺啊，嚇，可能出來啦。哦。係啊。叫緊你看，要行我攰落去，你嘛，攰落要行我要。哦。哦，錯啦，唔係幫佢咬到嘅天講天，係要，因為咬到嗰下就撲下去。係啦，撲下去，擺到佢真冇咬埋。哎呦，一聲用個眼間苦嚟到。哎呦，本來爭在11地嘅，都是家己地嘅。布裝啊，幾啲肉可以布裝嚟啊。安尼係好啦，是家啲肉都得冇，係布裝嚟。布拉床啊，冇一樣鬆弛。比例嚟嘅。誒，啱埋嚟做對咯。啱埋做對啊。係哦。唔快。來。入山就俾冇機會啦，唔好咬。係啦。槍唔是方形嘅。槍唔是方形。我一全部出唔捱到冇花錢買，一全部就唔係捱到去做西人唔揾來嘅，冇咗係。片數買到。買片。就算有片有怪，咩小葫蘆。美色一塊啊。我全部大家嘅愛心，大家分享啦。誒，要不然搞藝本身咧。來，謝謝科長。點幫啊，真的非常感謝。謝謝，我什麼得啦，係啊。謝謝。我安陽冇算到。陽茶安陽啊，冇算到啊，我就算唔聽啊。係上可能包括當簡單嘅一層，嘅品種。
但是发现看到，哎，很赞的，回味无穷啊，真的回味无穷。看到都业绩同小虎都会做的时间，哦，吃到讲按辛苦，给我做出来，真给哦，顺利正在等候啊，辛苦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阿美啊，都要赚哦，来都没有你啦，都是你的亲朋友。医生加油哈！我快是送礼的了，你还北上诶，加送诶。坚持梦想。